華圈玩咗成日都唔覺得悶啊！不過因為時間嘅關係，我哋要出發去下一站啦。單車友資訊，環法單車賽係知名嘅年度多階段公路單車運動賽事，主要喺法國舉行。1903年開始舉行嘅環法大賽，今年踏入第100屆，中間因為2次世界大戰而停咗11屆，係歷史上最古老而且最具代表性嘅單車多日賽，亦係公路單車運動中規模最大、影響最廣嘅國際單車大賽。每年7月舉行，每次賽期23日，總數21段，平均賽程超過3500公里。賽程每年都唔同，但係都係環繞法國一周，經常都會出入周邊國家。比賽全程分成好多段，由一個城市到下一個，每一段分別計時排名，各段嘅成績累積起嚟，得出每個單車手嘅總成績，各段時間累計最少嘅成為冠軍。今日我嚟到宜蘭呢間民宿，位於五結鄉，見唔見到我後面啊？有棟好靚嘅木屋啊！木屋嘅主人係林大哥，我而家去揾佢先。林大哥你好啊！誒，華軒你好！你間民宿好靚啊，好似置身喺歐洲咁。點解當初會諗到呢個設計嘅？哦，呢個係上網參考㗎。上網參考？即係你冇任何關於建築或者係設計嘅背景啊？冇㗎。你自己無師自通？以前係做水泥嘅，喺做工程嗰陣咧做水泥嘅，而家就唔同啦。你睇下，嗱呢啲木頭咧起得又快又簡單，所以1-2個月就起好啦。以前林大哥係做水泥嘅，係啊，但係而家居然去做紅繪，兩者分別好大喎。唔會，分別唔係好大嘅。你原本做工程嘅，有咁好嘅設計美感，我會參觀下呢間民宿先。歡迎歡迎歡迎！睇下有冇咩特別？好啊！喺呢度你可以感受到鄉間先有嘅悠閒同恬靜，喺水邊嘅雅座中唞涼，你可以喺林間小徑散步，享受森林浴，踩下單車，欣賞河岸，度過一個截然不同嘅午後時光。民宿主人林志堅大哥講起做民宿嘅動機，當初係因為見到同換節啱啱開始嗰陣，有好多遊客都冇地方住，最後要喺堤防邊露營，於是自己睇電視、睇書、上網參考點樣起木屋，一磚一瓦、一釘一柱都係靠自己雙手同老婆一齊合作，先至有而家咁好嘅環境。喺呢間民宿住過嘅遊客都對木屋嘅舒適度讚不絕口。華圈仲有更特別嘅體驗要介紹俾大家。